拍甲老的豆芽，作者林桂香。美丽的画作10岁，有对土地仰视人类的感恩，有艰苦人坚强的意志，有互相分享的人情味。无论什么民族，无论什么时代，拢会受到这款高尚的品德、美丽的画面深深感动。昔时咱祖先靠双手打拼，爬远的土地无舒适的水路通用，散车的移民无钱买农区买肥，只有靠双手打拼，生产出来的五谷有限，生者都无够，哪有通晒干？大家拢真保守，毋敢讨债。物件简单有捡回来的，无通单调。特别是会当食的物件，定着袂当拍算。对家己欠长内度，毋过总是会想到需要帮助的人。修行了后，有拍甲老的，就分予大家去捡拾。有时庄仔内有较困苦的人，就爱靠安尼度日。园主嘛也好心拍较利咧，留较济咧，帮助因。现此时社会普遍拢真富裕，真少人捌体会枵餓的艰苦。颠倒是惊食伤过济、伤过好，小米的品德伫即代人的身上渐渐消失，对人分享甲关怀的心理嘛愈来愈薄。比较起来，古早时代散车的祖先有上高尚的品德，对待土地是尊重甲感谢，对待人会将心比心，袂自私自利。这款烧热的人情味，还有倒找。逐年11月，伫高滨地区，毛豆毋那是年外销19亿的历金，嘛是真侪人享受丰收的恩典。用过去修行了后，开放予大家去捡拍甲老的豆芽。园主阁会用毛豆磨好啉的豆奶，做健康简单的料理款待大家。无需要夜种，无需要种作，就会当有丰收的欢喜。大人囡仔做阵，厝边头尾烧蕉，哪吹哪佚佗，留着滚滚的餐园，大家乐畅享受。若是有机会，你一定爱参加毛豆嘉年华会。这款的巫师，互人想要好康斗相报，哪捡阁会哪想，要分予什么人？亲情五杂，大家有人有分，愈捡愈济，拢毋知忝。了后，你定着渐渐体会迄种果意。心内的幸福嘛，豆豆勃涌。种一粒珍惜的种子，地球会愈来愈水；种一粒分享的种子，人情会愈来愈甜。大家做伙来野种，将对土地的疼心生传出去，将对人类的关心放送出去。毋但家己有愈来愈侪丰收的机会，嘛看会到大家快乐的笑容。咱的生命的确会成就一百上水的话，是一百感动家己、感动别人的话。